喺2024年，勵進教育中心繼續透過各種活動，加深香港青少年對中國歷史、文化以及國情嘅認識，培養佢哋嘅歷史感、民族觀以及積極進取嘅學習態度。以下係2024年中心活動嘅回顧。喺推廣中國國情教育方面，中心繼續推行國家發展知多少計劃，邀請港區人大代表、全國政協委員以及不同專家走入學校，為中學生同教職員講解中國嘅最新發展。講題涵蓋政制、法律、文化、社會、創新科技、青年就業同埋環境保育，幫助參加者了解國家發展方向同埋香港喺一國兩制下嘅優勢。中心喺2024年舉辦近200場學校講座，吸引4萬幾名學生及2000幾名教職員參加。最受歡迎嘅講題包括怎樣保障國家安全、中國創科之路、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嘅機會等等。中心與教育局連續第5年合作舉辦鞏固法治教師專題講座，旨在加深校長及教師對香港憲制地位及法治制度嘅認識，協助佢哋教導青年人守法嘅重要性。2024年共舉辦3期課程，吸引400幾名校長同教師參加，其中第3期課程應教育局要求簡化為1日。2024年，中心承辦教育局嘅憲法、基本法及國安教育培訓課程，共舉辦咗16場講座，有6000多名教職員參加。課程幫助佢哋理解相關法律背景及推動國安教育。我哋亦都組織咗2次內地考察交流團，讓教師親身體驗中國嘅發展成就，深化對國情嘅認識。中遠海運之旅2024，讓30幾名校長參觀港口及造船廠，了解國家航運物流、商貿及基建嘅發展。中國神華能源之旅2024，則讓60名教師前往北京以及內蒙古參觀煤礦、光伏、風電等設施，加深佢哋對能源科技以及可持續發展嘅認識，為提升青少年對國家安全嘅認識。中心自2022年起舉辦國家我短片製作培訓及比賽。2024年活動獲得教育局嘅支持，升級為全港校際比賽，100幾名嚟自25間學校嘅青年參與，透過講座及反恐演習，將所學到嘅國家安全知識融入喺參賽短片之中，展現青少年嘅創意。中心仲舉辦2場清心直說講座，邀請咗體育界嘅李靜先生同埋杜海琴小姐，以及影藝界嘅霍文希小姐同埋衛詩雅小姐，分享佢哋嘅經驗。近150名教師同埋學生參加，拓寬咗佢哋嘅視野。喺推廣中國歷史文化教育方面，中心繼續推行星島集團星星講故事計劃，邀請名人聲演歷史人物，以動畫形式傳遞知識。2024年推出27個有關近代政治家、科學家、學問家、思想家、實業家以及工程學、建築學與醫學家嘅故事，總瀏覽量超過10萬次。自2017年以嚟，中心推行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。2024年共收到42份申請，批出39項資助學校及非牟利團體舉辦中國歷史相關嘅活動，如閱讀分享會、徵文比賽、工作坊同埋話劇表演等等，提升學生對中國歷史嘅興趣。中史試題解碼計劃自2016年起推行，直到2024年圓滿結束。所有由資深中史科教師撰寫嘅模擬試題及範例，已上載至中心網站，並製成 USB 免費派發俾全港中學，協助學生掌握答題技巧，為文憑試做好準備。2024年底，我哋舉辦咗中國羽毛球及嶺南文化之旅，帶領咗34名中學生前往廣東省，接受羽毛球集訓，參觀嶺南文化景點，同當地學生交流比賽。此外，中心成功舉辦首屆唐詩童誦普通話朗誦比賽，近400名幼童參加，透過普通話朗誦唐詩，
藉此培養佢哋嘅普通話能力以及對中華文化嘅認同。2024年，勵進教育中心喺各界支持下，成功舉辦多項活動，推動中國歷史、文化及國情教育。展望未來，中心將努力推出更多精彩內容，促進青年人對國家嘅歸屬感。感謝所有捐款機構、中心榮譽會長同埋各界嘅支持，讓我哋可以繼續砥礪前進。